台湾用车团内北上国家如睇屏东县，不过也廿年来生意冇乜发展咯，团乱引来引冇加，团农第二胎车友子一个好档睇安尼嘅时节，团路卡嘅用车事业接下来，佢成忙要突破很多嘅困难，开发新产品，团乱买起中国唔顺势，车友子一路开发出嚟，就係有生态教育意義嘅团乱生态觀察盒。 唔單止國內貴數分人，睇國外嘅訂單咪唔會少。具體3項用樹葉沙前亂，當然3月到10月咧係強嘅上亂嘅季節，咪係較強嘅一年最無限嘅時節。早上5點，一般的邊農都要起來，就這樣開始挖蛋。因為如果你今天的蛋沒有挖完的話，今天晚上的母鱉再上來產蛋的時候，它可能會把之前一隻鱉的那個蛋剝開，然後破掉，那破掉就等於浪費掉了。所以基本上在 夏季的時候，是每天早上每個鱉農都必須要做的事情。台灣較強嘅野面積大概300公頃，其中80%客家都集中喺屏東縣。也建議強嘅亂嘅家事引來引帶，所以講較強嘅野生業發展啊規模，一時都冇建議。車友子英國留學回來嘅什麼嘢，三個勇敢嘅體驗世界，就被錄下超過20年較強嘅野事業。 就是因為低點才回來接啊，因為低點的時候大家就已經會了一些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出新的出口。所以那時候回來接的時候，我就給自己的目標，就是1年要開發出一個新產品，而且這個新產品是在市面上沒有的產品，因為只有這樣子，你才可以延續這個產業。因為感覺太凍了。 用天火依照強嘅亂，看地圖嘅錄影有天通冇。講自家係強嘅阿婆嘅車友子，整體檢查強嘅亂有空天冇。個關呢能做得變到強嘅亂生態觀察盒地位。因為我很怕小朋友他們孵化到的蛋裡面的小鱉是不健康的。那如果他們的小鱉不健康，沒有辦法孵化出來的話，小朋友會很失落。那如果他們很失落的話，其實我也不會開心。 所以我基本上給小朋友的蛋每一顆我都是這樣一顆一顆照，然後確定裡面的小鱉是健康的，我才會給小朋友孵。強嘅亂賣到中國遇到幾種問題，車友子如囤危機變做機會，開發出具有生態教育性質的強嘅亂生態觀察盒，同強嘅出亂學嘅熱力相當準準。我韓國多嘅人看到強嘅形容嘅大嘴出亂學，感受幾種歡喜。 每一次到孵化季節的時候，那因為它每一盒的那個鱉蛋，它們在孵化的過程都是幾百隻的小鱉在跳水，那我就會常常坐在那邊看着它們跳水那個畫面，然後我想說，哇，它們每一次跳水跟破殼的那個姿勢都不一樣。我想說，我都看成這樣子，你們那些沒看過人應該會覺得更稀奇，所以我想說，好吧，那我就把它做成迷你型的，然後放到你們面前，給你們自己去觀察。細年咧平常時去都市必備，有唔會先少看到一種動物啊，有一種盒嘅，做得不一起我卡看應用嘅孵化，然後怎麼成長，或是餵它吃飼料。那我覺得這對小孩子的觀察來說是很好。 今年無愛學強嘅就論節，車友子韓大作為一個中途之家，係講賣嘢人唔想繼續學，做得囤強嘅送到正氣。生態盒唔但搶睇國內受到歡迎，連美國、日本、馬來西亞嘅訂單都貴多。鱉只是在我們亞洲，它是一個食物，可是，在其他的歐美國家，他們是視它為寵物。所以，美國的他們那些專門養爬蟲類的那些業者，或者是那種喜好玩家，他們就對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喜歡。對，而且他們幾乎是每一年都來跟我訂購，而且他們覺得哇，這樣的東西在他們那邊是非常非常的有商機的。我認為是他自己的創新，這個很好。
它还有做一些比较生物科技的东西。要转型的话，就要用比较生物，要比较有科技的啦，这样才有办法延续这个产业。你没有看到那个小鳖在上面？哦，有。那他们就是上来在做日光浴。车柚子含攀生态天然发通，包含高度的人行減用出廠，隻圈強嘅認識強嘅。你摸它的壳是硬的还是软的？旁边这边，这是软的。所以软的话就是鳖，那硬的话就是乌龟。叫嗰度流浪叫嘅車柚子含此等團強嘅嘢殼骨頭，拿來做叫嘅食力餅嘅，安尼叫嘅嘢膜就行過正，冇想到未行出一條新路。我很喜欢流浪狗，那因为我们通常那些就是鳖甲骨啊，都是给中药商他们收去做中药，或者是其实一些养殖业者他们就会直接把那些丢掉。可是我是觉得很浪费。那我养的这些流浪狗，他们每一次出来都会去啃那一些鳖甲骨。那我想说，既然他们喜欢啃，那我就把它做成狗饼干来给他们吃。活动力也是蛮强的啊。睇強嘅用出廠態嘅車柚子唔樣困難，一擺又一擺行過難關，用創新嘅想法為傳統產業帶來新嘅發展。